前几日咱第一个厝吼，有媒体记者朋友来甲咱采访，咱非常感谢拿到这济吼。其中咧有乡民朋友甲咱转去 PTT 乡公所咱做伙来读看卖。婚龄甲有麦克多呢？婚龄有啦，而且婚龄差不多是3级，还有人讲袂歹，上市面了后介绍敢会3级跳这个朋友我甲你保证吼，介绍绝对袂3级跳的。原本人口数非常嘛足悬的80万，即马减到剩60几万，所以讲咱有真济老体老厝吼，每一个厝体拢有每一个厝体的特色啦，有的较倚市区，有的较倚车头，有的就亲像头拄迄个行出去都有麦克多呢吼，安尼吼。就是观光业家己无争气，雄漂亮吼，佮算啥物拍精明，加做大口袋。连这是啥物贵所在各位这位朋友你都唔知咯。其实不只是婚礼庙里嘛有贵悲哀是婚姻管议员的水准特别低。哎呀，莫安尼讲啦因咱婚姻管议会会当撒炮呢。拄手轻功小度这唔是正代志哦，有病而且唔是轻症，安尼要安怎？拍面当，好请你好你当，这面当这嘛拍唔着，好你当，孙啊！各位网络顶的万陪的人类，大家好，我是第一个暑假阿里坤的阿成吼。前几日咱第一个厝吼，有媒体记者朋友来甲咱采访，咱非常感谢拿到这济吼为咱来报道。其中咧有乡民朋友甲咱转去乡公所吼，甲咱转去 PTT 乡公所有一寡回应吼，我感觉真趣味，咱做伙来读看卖。3楼透天包栋一工，竟然只要500块吼，工治疗师甲伊的家族来婚姻旅游的时阵，透过网站来落单一个透天的老厝第一个厝，本来是叫做大家人是500块，想袂到最后确定是规栋500块，互伊真惊吓，佮真欢喜吼。透过内部的装潢，佮学到迄是一个充满文化的所在吼。这个老厝确实充满着故事。第一老厝的创作者林敦成就是我本人。伊采访的时阵表示吼，你大的费用平均大概人是800块左右吼咱大概解说一下吼因为迄当阵呢，工治疗师迄是透过迄个网络平台伊是头前3名所以讲有20%的拍折吼佮因为迄当时阮工治疗师来带时阵佮无冰箱嘛无牵网络安尼啦冰箱甲网络牵落了而且阮2楼阁有放映机会当放电影阮有 Chromecast 有 Chromecast 有放映机，冰箱有网络了阮介绍小可调整者，但是嘛是真小恁大家去平台看就知但是讲咱实际上咱是一个创作空间啦，咱上主要是一个创作空间因为咱是会当互人来创作的。你行路环岛、骑车环岛、旅游经过遮的时阵我嘛是招待免钱招待我嘛招待足济组安尼而且逐组我若有来大会我真正是我真少去洗被迄被单甲枕头布我拢摕来去洗过一遍，拍过日头，佮摕去转去安尼嘛有人有讲到一点嘛，有人讲迄面皮拢皮起来拢无怪面嘛，看甲真好安尼所以讲欢迎大家有要用台语、母语、原住民语创作拢会当申请来遮也是可做论文研究嘛是会使申请来遮甲我讲一声就好就会当免钱来带安尼，因为咱希望推广我的故乡、我的家乡台里舞蹈南，所以讲这是一个家己甲当做每一个来人客我都当做一种祝福，真好的祝福安尼咱看下。网络爱念网络，毋是网络爱调爱调。咱来看这网络顶悬，大家讲啥物？这个足克敏讲，足爽的足爽的。best 空白1讲清气就好。这个 ST 讲杀命。这个替着讲婚姻甲有麦克多呢。
婚龄有啦，而且婚龄差不多是3间，我会记是斗南1间，后尾嘛有斗南1间，后尾1间，斗南2间哦，斗南有10万外的人口数，所以有10间哦，而且有1间搁是2小时的哦。你若半暝迄阵想要食马铃薯条子吼，去斗南就对啊。搁有人讲袂歹，上市面了后介绍讲会3级跳。这个朋友啊，我甲你保证吼，介绍绝对袂3级跳的，因为你若3级跳跳起哩嘛，无人来到，无人来台的成本嘛是开起遐啦吼，所以讲介绍应该差不多，咱这器材嘛整理好势啊，因为平台吼 Airbnb 嘛无拍这个，所以讲介绍袂过乱啦，但是有可能佫会小可调整啦，但是袂向跳起嘛，袂向跳过啊，可能是咱的调整，可能是因为成本的关系尔，就是咱因为我该看即几个月电钱的状况安怎，啊，佮我的时间安尼。婚龄高清度透天厝，哎呀，这位朋友啊，你真正毋知影咱婚龄的行情啊，其实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代志的原因啦，就是讲因为咱婚龄地区吼。原本人口数非常嘛足悬的80万，即马减到剩60几万，所以讲咱有真济老体老厝吼，嘛无人来住，嘛都囥伫遐，其实高清是普通行情，高清普通吼，透天厝安尼，相信吼，你嘛会当找到1500、2000的，安尼嘛会当找到15000，还着看。每一个厝体拢有每一个厝体是啦，有的较晚市区，有的较晚车头，有的就亲像头拄迄个行出去都有每个都呢吼，安尼吼，但是吼，厝体是厝体啦，厝体只是一个物件啦，有厝内底若是拢无家族吼，还是讲亲人吼，甲你陪伴吼，迄嘛是一个物件尔啦，就是讲这个华语就讲物件吼，嘿，因为迄毋是你的物件，迄嘛毋是你的厝，迄就叫物件安尼。所以讲厝吼，爱有人会当等你，还是你转去吼？转去有人咧等你，还是你会当转去等别人吼？迄才是叫做恁的兜啦，恁兜恁厝安尼吼。这个吼，这个真歹哦，咱来看者。笑死关公爷，关公爷家己无真开，了钱风大，无怪政府救袂起，穷乡僻壤吼，佮算啥物拍精明。加做大口袋，穷乡僻壤吼，穷乡僻壤是我头拄仔一只来文读的啦，文读的因，但是讲吼，其实嘛较无适合台语的思考方式吼，爱去找到迄个台语的迄个伊的词较好吼，即马因为我小可较忝吼，散食所在啦，庄卡散食所在，也是讲庄卡偏僻青山哪来所在吼，这个词嘛真好吼，大家看。有好的厝嘛，当搞小建议一下吼。其实吼，咱再去解说一下吼，因为你若吼这位网络的朋友，你若有来咱的网站吼，咱有面册吼，咱嘛有 YouTube 咱嘛有网站吼，咱有足侪平台吼，咱拢一定有咧讲吼，一直有咧讲，咱是一个创作的所在吼，咱其实主要毋是要互人带的，主要是讲吼，要互人来用台语，来用母语来创作。台语写歌、画图、画红仔珠，还是写 blog， 还是摄影、翕相、做底片，还是要陪伴时代，还是做论文吼，足侪代志拢会通做。你只要是对语言有帮助的，对母语有帮助的吼，还是讲你会当来为我的故乡来讲故事吼其实你要做语言的物件，都无限制是我的故乡啦，无限制是塔里木啦，就是讲你要来遮，你要去家己做，还是你要去高坑山顶做，拢会使。就是讲，因为希望大家会当食讲母语嘛吼，即马上重要就是台语、客语、原住民语安尼吼，这是3个真重要。华语即马都因为较无较危险安尼吼。虽然讲这拢是咱的国家语言啦，所以讲咱毋是公共业无吼，阮是啥物产业咧？我家己嘛想无，阮到底是啥物？咱是教育行业，还是讲是一个媒体？我家己认为我是媒体啦，做媒体的行业做媒体我家己做，嘛希望大家做伙做，嘛希望这个语言大家做伙来甲传落去吼，汉字毋惊落土烂。但是煮做番薯签嘛真好食安尼吼，所以讲我嘛毋免互政府救啦吼，我嘛但是你讲我
甲面泡种加做大颗，到最近较是有较大颗啦吼。阮遐有一个 K 叫做33K， 我发动嘛有淡薄仔33安尼吼。啊，即个网络的朋友讲吼，这都是香港，这都是庄卡哦，放这个空厝上好的利用办法啊，无毋对吼。庄卡吼，引起遐的抗体吼上好的抗厝，庄卡引起遐的抗厝上好的利用办法，无毋对，啊嘛欢迎吼。啊，你若介意庄卡的话吼，嘛会当欢迎来咱庄卡行行咧，啊，吼看到一寡有引起遐的老厝吼，那嘛是当甲地方所参详者，看要整理无啊，整理做啥物空间吼？因为我行伫头前一条路吼，啊，会当嘛，大家嘛会当来学，嘛会当来看卖咧吼，我嘛真愿意甲你分享。啊，语言的物件，还是讲文化的物件吼，就是讲爱有人做，爱有人传安尼吼。啊，后壁这网络朋友讲婚礼，这是啥物贵所在哦啊？各位这位朋友啊，你都唔知咯。其实不只是婚礼吼啊，这个庙里嘛有鬼吼，新店嘛有鬼，台中嘛有鬼，南投嘛有鬼，中华嘛有鬼，屏东嘛有鬼，宜兰嘛有鬼哦吼。规个世界拢有鬼啊，不只有鬼嘛有神吼，啊，就看你家己的信仰是啥啦。关注在菩萨信心般若波罗蜜多，是到今我才过5文才看到一切空哦吼。好啊，因为这篇都读啊，遮吼，这个香港所有真济诶网络的朋友咧回应啊，无咱就先煞甲另外迄篇嘛读咧吼。另外迄篇就是我进前去县议会遐吼放一下真实的新闻吼，先煞。这个本社广告公司讲市议员吼，市议员啊，才有一个网络的朋友吼，伊讲。悲哀是婚姻关县议员的水准特别低吼，特别较低吼啊！哎呀，莫安尼讲啦啊！因咱婚姻县议会会当撒炮呢，当撒炮呢，就有名汽车旅馆吼，真好，我嘛真想要摕内底撒炮，希望摕我吼啊，这世人会当做县议员啊，去内底撒炮。无了当作趣味，防疫期间较老实咧，点体处理吧。对啦，若是讲17礼拜进前，你安尼讲是对的，多谢。啊，这个杜秀卿讲小道啊，这毋是正代志哦，我替你拍正代志去咧吼。小道那像无台文吼，小道找无台文。伊讲小道，但是这字吼是为英语转去甲日本语甲转来台语的，所以讲伊无台文，我无法度甲伊分享台文的。放心是活袂久的，伊毋是野外出生。这机器嘞，爱小了解一下机器是对倒位来啦，啊嘛查一下机器的资料。其实机器毋是器啦吼，有病就紧医好无？我甲回一下吼，要食啥物药啊好？总统府、立法院全部的省议会拢去办，这就是可比的台湾的政治生态。老一安尼讲吼，官若无贪。有事通做就好，为什么要把这种代志合理化咧？这较唔知影了解这篇的意思吼。会当帮机器人所无法度转去伊的故乡，看起来人较多，对无对？好咯，不得不说，台语是真正讲了袂歹。多谢。机器唔是了起。伊毋是钱迄科的，伊是食堂中的迄科。对，拍知名度。对，这位是鸟鼠，钱敢要细环食字，这嘛看无，所以拢无事无卫生。袂啦，想要阿妈毋是安尼，对啊，有病而且毋是轻症。安尼要安怎？看拢无吼，这拢伊都写毋对啊！我替解一下。食饱伤闲，食饱未？你食饱未？18啦，拍年当，就请你的喝你当，你
当啊，这嘛拍唔着。好年当，孙啊！摕伊个来修改一下。歹年当，这种笑死我啊吼！按字，我个印个按字说，一卡有呗，一卡有呗，要安怎啊？歹年当这嘛写唔对啊！我请你哩，好年当啊！那大家拢安尼啦哈，大家这啊，这大文王凊彩写吼。好，今日就是阮台语老师甲阿丽坤的简单的分享吼欢迎大家买当申请来咱台语老师吼来熟悉着咱的塔里舞蹈人这附近嘛来做伙来练台语。多谢大家，再会。我请你啉，喝你当，孙啊！我请你啉，喝你当，我请你啉。